OK 哈，咱开始来吟诗学乐哦。来，哈，咱大先来到主的面前，用一首咱真熟的哈，几乎唔免看的哈，感谢耶稣。咱来献上咱的感谢，好，咱来等过一摆主祭。你看，享受好的天气哦，来。OK， 来哈，来，预备，来。感谢耶稣，你听得起。感谢耶稣，你恩典给大，大享福入主的生命。阿乐，阿乐个阿乐不算，你是我一直，你是我主。你是我主，咱个一摆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听得起。感谢耶稣，你恩典给大，大小路主的生命。阿拉个阿拉不算，你是我一切，你是我主。你看啊，咱咧唱，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主，吼，咱何等的福气，哈，会当讲甲主讲，你就是我的一切啦。你就是我的主啊！咱若有一个主，咱若有一个天父上帝保守咱哈，哇，一生吼，享受咱平安哦。当咱失去平安的时，也是惊吓，也是真济境遇的时吼，啊，咱拢会当倒来甲主的内面，受伊的保护啦。第二首诗歌哈，咱伫顶礼拜吼，啊，顶礼拜啊，咱有吟一首为台湾祈祷。哈，为台湾祈祷咱中间吼，咱中间可能OK，咱来吟吼，做伙吟就好。咱中间有真侪吼，咱顶礼拜有吟嘛吼，有谱吼，对，咱过一摆来吟吼，为台湾来祈祷，为台湾祈祷，跟着唱哈。听痛咱的土地，听惜咱的百姓，我有的祈祷，求上帝欢喜接纳。何必你台湾，何必定会为死？过一摆，从头。听痛咱的土地，听惜咱的百姓，愿所有的祈祷，求上帝欢喜接纳。何必你台湾，何必定会为死？这首诗歌哈是一个哈真爱台湾哈的一个医生哈，伊写政治人医生哈，伊拄啊转来到伫台湾哈，转来到台湾，因为爸爸真年老啊，伊最近转来到伫台湾哈，有一个无担保，有一个无师娘哈，伊就将一个字条哈，互伊，就是讲为伊写，迄个无师娘写3句话尔，就是这3句哈，互这个医生伊看哦，这个为台湾祈祷，就改写就可哈。伫这个伫10月11号啦哈，今天几号？今天11月嘛今天是2-3礼拜前哈，伊改写出来哈，伫10月11号哈，10月11号还袂一个月哈，伊就改写起来，伊是写起来，伊毋是写出版出来哈。伊是安尼写伫个小抄然后伫个厝里哈，弹琴互因爸爸听啦。因爸爸，我看因爸爸是坐轮椅共款安尼吼，伫遐伫个边伊是要录影，感觉讲吼，伊转来台湾，转来看伊个爸爸伫个身边安尼吼，伊咧弹即条即个牧师娘吼，互伊个牧师娘祈祷啦吼，为台湾祈祷，伊家写做安尼吼。我真感动吼，这
这嘛透过咱的会长惠初师母伊po伫群组啦，我听嘛足感动的我想讲应该写出来，互咱大家来诚做祈祷，诚做为台湾的祈祷啊，所以我就听我就甲写咧安尼咱就会当用安尼的诗歌来为台湾祈祷，为台湾祈祷的歌真多呢，真多，非常的多咱嘛捌吟过所以这首诗歌伫顶顶礼拜咱上年早起是伫2014的时咱有唱咱有唱这个谱放心，你今日你若讲我顶顶礼拜我无伫咧，没关系下次当时咱上年做伙的时，咱搁一摆摕谱起来看摕谱起来吟，你就会晓咱搁一摆预备来，听从咱的土地，听惜咱的百姓，愿所有的祈祷，求上帝欢喜接纳，何必的台湾，何必的台湾，何必定会为是。最后这句，何必的台湾，何必的台湾，何必定会为是。好 ，OK。咱即摆咱的手中拢有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伫诗歌来讲嘛是一首真经典的诗歌啦，经典的圣歌点知因为咱长老会较无咧吟一首的诗歌以前啦毋过咱伫大学的时候，伫大学的时伫大学时，就差不多拢会吟，因为从以前读大学都有叫校园诗歌、青年圣歌里面就有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无论咱年纪偌大这首诗歌你看，光是迄个曲名你为何拣选我？咱就感觉讲伫万人的其中主的听啉到伫咱互咱真做伊的囝儿，甚至互咱会当服侍伊。当托付咱真多的事工通做，何等的幸福何等的 lucky， 安尼所以这首诗歌今日伫咱正正长老今日伊要分享的是伊第一个感动就是脑海里面的出现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其实咱不是完全陌生啦，无论无定你伫前几个月献歌队咧吟的时后来牧师嘛讲来全体的会众咱来吟副歌咱来吟副歌跟着圣歌队一起唱就脑海里面至少有一些印象也没有关系。今日咱吟了你看，因为咱较陌生嘛，所以讲今日手中拢有这首的诗歌咱今日吟了咱抱个小转来，然后放伫双年遐，咱下次咱双年在一起的时候，咱再真正来练这首的诗歌现在我们从头来唱来还有等一下等一下真真长老他分享完的回应诗歌就是这首诗歌大家会当咧唱回应诗歌，大家当摕大家当摕这份谱来吟安尼OK 来。第一句就是讲主，你为何在万人中？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主，你赦免了我，也免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新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
咱第一节过一摆。主，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知我过犯那么多。哦，主，你赦免了我怜悯，不看我罪过，赐下爱子耶稣拯救我。哦，主，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新生命为主而生活，与主一同行到永远。OK， 当咱吟这首的诗歌，是毋是这个歌词？毋是干正正长老伊的心路历程，毋是干正正长老的脑海里面的一首的歌，嘛是咱的诗歌。嘛是咱当咱拄则吟第一首的时，咱嘛会当感觉讲是啊，我的人生的路途就是安尼。咱讲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互咱真做学习主的款式。第二节咱毋免唱华语第二节来，我们反面第二节，我把它翻译成台语。我改个翻译这台语咱用台语来吟第二节备来。天气表，一大上帝听，竟然临到我愿亲像恶路主显明。求主阮天真奇妙，求主怜悯生不了，予我难切都学免了。哦，主帮助我，加最你的款式，顺透你心志，永不移。当我献性命，当我献性命，为我主来我，我出单行到永远。来，咱甲第二节搁吟一摆第二节预备来。天气表，一大上帝听，竟然临到我愿亲像恶路主显明。求主阮天真奇妙，求主怜悯生不了，予我难切都学免了。哦，主帮助我，加最你的款式。顺透你心志，永不移。但我因性命，为我主来我，甲我主单行到永远。最后一句，甲我主单行。甲我主单行，什么时候？好极啦！来，咱搁一摆对心底讲，咱甲主讲，我要甲主单行到永远。
甲我出单行到什么时候？到夜晚。咱同齐音，阿门。阿门。今仔日有妈个病院，今日有妈个病院详细做检查身体的检测，所以你若是7点半以前食饭的，7点半以前食饭的，请你即马就会当去教育馆的1楼遐，伊甲你验血，血压还有做其他的检测。所以呢，你7点半以前食饭的，请你过去迄边，然后8点左右食饭的等下10点以后，你就会过去，都是安尼静静过去遐，然后这边聚会继续。好，谢谢。咱开始今仔日的聚会，真感谢李老师，每次都带我们唱这么美又这么感动人的诗歌，哈。真的是我希望说圣灵会当引带阮，每一天、每一日，拢爱思考是安怎会当永远行伫主的旨意中间。咱同心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的慈悲甲怜悯永远无离开阮。亲爱的主，求你保守看顾相连的兄弟，无论是有身体欠安的，也是拄着艰难的代志，求你坚定因倚靠的心，因为你是阮的主，我要倚靠你的主爱。阮的心要因为你的救恩快乐，求圣神引带阮头前的道路，赐予阮勇气，接受阮无法度改变的代志，赐予阮力量，改变阮会当改变的代志，嘛赐予阮智慧，会当做分别。阮所祈求的，愿主照你的旨意得成。我今仔日将聚会仰望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求主赐福保护，我安尼诚心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现在来唱会歌。
坐。咱同齐来共读圣经《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也会当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气力点伫我身上。愿上帝的话时刻刻伫咱的心中。今仔真欢喜爱邀请真真长老，甲咱来分享伊的感恩的回顾，请。歹势，用阮我小调一下。牧师，我用耳麦。我有时啊用国语，用阮我个口罩摕起来，我心中咧喘袂起来。用阮我用国语甲台语来分享。感谢主吼。会当受邀请伫节满满食青翠，结识侪侪的上年团结来分享，来献上感谢，也是算是稳定的时刻啦。我讲对我来讲是算是稳定的时刻，因为到明年我着70岁，我着真正退休，所以到遮的时阵，我的短宣就到一段落。下半部就看上帝安怎带吼。我是第4代基督徒，小等我。PPT， 稍等。我是第4代基督徒，我的阿祖是陈英辉牧师，名叫做陈喜。伊是马街牧师头收的学生2个之一，中啊嘛是丰牧的2个牧师之一。一个是咱清华牧师，第2个就是我的阿祖陈英辉牧师。伊甲马街牧师有学习，讲的人讲的，互个西医，互个满喙齿啦，吼，满喙齿的时阵，所以伊伫新店教会服侍的时阵，伊若伫礼拜4，若伫礼拜煞，伊就开始为遐兄弟姊妹来服侍，就是满喙齿。所以马街牧师有送伊一套的迄个满喙齿的器具。我细汉的时阵实在是捌看过，不过我毋知迄个是安怎，阮兜有即种物件吼。较大汉才知讲迄是我阿祖的物件。后来就经送伫东甘中学的校史馆，伫迄个放伫迄个橄榄球馆里面。为什么放伫遐呢？橄榄球是我的阿公，算讲我的阿公。这个是橄榄球馆，淡江中学的橄榄球馆。这个是我的阿公甲我的阿嬷。我的阿公陈清中校长，伊互教会派去伫东至城。伊是按高中开始读，读到大学毕业，伊甲迄个橄榄球的运动带转来台湾，甲合唱嘛带转来台湾，所以伊是橄榄球之父吼。所以我心煞介绍，嘛感谢上帝吼，上帝只有囝无孙啊。即个救赎的恩典是个人甲上帝建立迄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你莫看咱上帝普普吼，咱看伊普普，伊嘛看咱普普啦安尼。所以咱咧对上帝是面对面，伊按咱面对面甲伊有。真亲密的沟通，就是祈祷啦，吼。嘛感谢上帝，我伫81年，阮的妈妈过身了后，上帝佫一摆甲我调倒转来。我毋是无做礼拜，我是做礼拜基督徒。我逐摆若要叫我服侍，我就走红日。我开始按81年妈妈过身了后，我就投入伫迄个主日学服侍。嘛上帝嘛透过安宁病房遐基督徒护士来陪伴我度过我的迄个悲伤期，吼。因为有即个陪伴，我感觉真水，所以我伫民国88年进入伫安宁病房做义工，到即马，因为即马有互限制掉，所以阮就袂当入去病房，所以目前是小停停，嘛是还佫算义工啦吼。因为我对迄个短宣的迄个较无甲科目，所以我科目神就为我开路，真的神就为我开路。我伫2005年的时阵，上帝就带我伫迄个。台北有张汉业牧师迄个纯福音教会的迄个团队内面，我是捌去遐上课。那个因迄个神学生伫迄年2005年迄年的暑假要去
做毕业旅行，因为毕业旅行就是去中国大陆短宣，啊，真荣幸。刚刚我一个是外人，上帝就让我参加因的团队。我对台北以前拢按对台北甲香港，啊，则按香港坐船甲深圳。阮深圳了后去到重庆啦、广州，遮拢是去迄个纯福音因家己伫外地设立的迄个教会，所以拢迄阵啊嘛是足谨慎的啦。行到倒位拢足谨慎。我嘛有去三自教会，迄个较谨慎，嘿啊。啊，我嘛有去梅县，广东的梅县，梅县转来了，迄暗时坐迄个大台的迄个咱游览车有迄种卧铺会当困的，迄种车到香港啊。啊，阮伫香港迄个时阵吼，阮同尾讲要转来迄个中午，啊，因为无叔讲啊，互恁小自由一下。我想讲，阁有时间，我着敲电话互我的表妹，因为伊伫香港做生意。我讲我会当甲你出去食饭袂？伊讲好啊。啊，我讲我房间阁有2个同学吼，我会当带因做阵去袂？伊讲好啊，斗阵来啊。啊，其实即2个同学吼，我咧甲伊敲电话时阵，因家己拢咧祈祷啦。我毋知因咧祈祷啥，尾仔因才甲我讲，一个同学甲讲，我想要出去吃，我便当行啦。哦，想要出去食，我便当行。另外一个同学讲，我想要食大餐。我讲安尼好啦，恁缀我行。所以，阮表妹就甲司机派车来甲阮载，因看一个，咱带一个。哇，上帝正正咱拢听因的祈祷啊，遮奇妙吗？听做敬畏上帝的人，上帝愿意施恩予伊啊，这是真的呢。所以食饭了后，伊就搁甲阮送倒转来，所以就一段2005年、2006年甲2007年，我是缀迄个新加坡的一个陈牧师夫妇，他拄啊唱歌唱到一半，迄条回应诗歌的时阵，今日拄啊阮师母早上过世，我实在是真艰苦。迄2年拢是牧师带阮，嘛是共阮香港，因为阮去嘛是家教，我另外去是去家教会哦，迄家庭教会，实在你若入去到大陆。人就知影你咧创啥嘿，你若人若无甲你报，你就安全嘿。所以阮做代志嘛是足谨慎的，所以嘛是伫遐有参加遐个聚会，嘛有去深圳，嘛有去重庆，我阁有去海南岛过，所以我阁踅1年，阁转来伫台湾。宣教上帝讲，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我是的，我小看一下哈，看较无。正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5节了哈。2008年，上帝就让我伫树林教会会当登记做长老。迄年，我就甲国内短宣嘛甲合入来，伫迄阵啊，志远牧师问讲，啊，你要伫啥物组？我讲我要伫宣教组，所以我就甲宣教组讲，开始我就委身伫宣教组带国外宣教。2008年迄年，阮有甲迄个台神林鸿信院长，迄阵也是院长啊，甲学生啊，阮迄个林志远牧师。阁有志远牧师有带我，甲迄个陈医师哈，陈俊明医师，阁有迄个易安，啊，阁有蔡崇慧老师，所以阮斗阵缀迄个新航医的团队，阮去共款去迄个新加坡甲马来西亚。这是阮伫迄个新加坡长老会门口遐，安尼伫遐斗阵翕相的。这伫因的内面办公室啊，因为阮有去参加乐龄，迄阵啊新加坡嘛有乐龄，实在迄阵啊阮毋知啥物叫做乐龄，所以去甲知影讲哦，是一寡老人的社区，所以咱即摆听讲乐龄，我即摆就是安尼个斗起来就知道哦，乐龄就是属于老人家的一些社区。啊，迄个时阵，当迄个时阵拄林牧师嘛，小可无啥拄好的时阵，陈医师就伫遐甲按摩，甲做诊断安尼。啊，阮有按迄个
新加坡去马来西亚的时阵，阮是坐迄个卧铺车，这个是会当困的车。迄是暗时啊，阮伫新加坡暗时啊，坐到马来西亚是拄好透早，所以阮伫透早算讲伫马来西亚车头，阮伫遐洗顿啦吼。啊，洗了后，阮阁坐车去马来西亚的迄个马来西亚神学院，阮有去遐参观。啊嘛，这是马来西亚的迄个总会，阮尾后有住伫遮。迄个下半年，因为阮过当年2009年有想要甲王真乃牧师有短宣的合作，所以阮伫2008年的时阵，我迄10月甲王真乃牧师，边仔迄个是南坎教会一个黄牧师甲因的长老，即码是蔡信生牧师啦吼，是进前的牧师。啊，阮斗阵去泰西，泰国的西部实在是真偏远的所在。嘿，阮先去到泰国去买蚊帐，啊，搁去租车，啊，才按迄个泰国的首都迄边，啊，开车到泰国的西部。去到即间是讲仓库啦，即间是仓库，所以阮伫住伫仓库的楼顶。啊，这门窗吼，拢有风会当安尼吹来吹去的。啊，阮要住遮，因为无窗、无门窗，所以伊临时甲阮做一个门窗。啊，因遐的迄个卫浴设备嘛是真简单，无是伫屋子外面吼。因的食物嘛是足险的哦，我头一摆拄着就是伫遮，即3盘拢足险的哦，平险的哦。我毋知阮咧较落险，甲安尼。因为我毋捌食过遐险，所以我就只好拣迄个较无险的搅饭，因为无物件通食，啊，所以你就搅，自己把肚子填饱，安尼就好啊吼。所以印象很深刻。啊，因这是因的商店啦吼。咱以前古早嘛有这种商店，嘛有人饲鸡嘛吼，迄鸡人嘛，迄嘛是安尼饲啊。啊，我嘛有去基督教，因是学校，迄个学校的时阵是囡仔足济，因为囡仔是安尼。啊，迄天我拄好真乃牧师派去一间。这小学毋知几年的教室，伊讲你去遐教做理哦，我讲主啊，是要教啥呢？啊，到伫遐就教因折纸啊，嘿。所以你看卖，到2009年的时阵，要去的时阵，真乃牧师去用调去。包括伫我转来的时阵，就是我这个回到台湾的时阵，我有一个迄个弟兄去机场甲我载。伫高速公路顶头的时阵无拍算吼，在我迄台车吼，全抛锚了，正正抛锚，迄排档袂当入档，所以伊紧张，我嘛紧张呢。迄阵已经还袂到树林嘛，搁有一段时间啊。啊，伊讲陈长老要怎么办？我们说没有，祷告啦。啊，伊家己嘛基督徒啊，所以伊嘛是足镇静，上帝嘛互伊足有智慧的。伊就双黄灯一拍，啊，就慢慢安尼，愈甲我愈甲迄个交流道落去靠边。我坐客人家等去，所以上帝实在是很奇妙呢。神是真的很怜悯、恩待、保守他的儿女。伊是正的，你看我伫高速公路安尼，你讲啊，忽然间车歹去，你讲你是要安怎？我嘛毋知呢。啊，我干那我甲伊那尔呢。所以这个神真的是很奇妙，又是很恩典。对我来讲是很恩典的上帝，就稳定的。伊看过伊的查某囝，嘿啊。伊惊查某囝安尼受危险，神就派天使安尼慢慢甲阮带落去。2009年迄年，真乃牧师互人调去泰国的东北，叫做乌东塔尼。伫遐我嘛是头一摆去是，是的。志远牧师带队青美长老做总召，啊，因为伊爱做阮做音乐的侍奉，所以阮就这个是雅会哦吼，百家长老、平平老师、青美长老，这青美长老应该是世会医师吼，啊，燕志杰查某囝，姚婷，搁有我，安尼阮一行安尼，就去到遐，去到泰国迄个乌东塔尼。伫遐嘛是有一寡音乐的服侍，因为因需要有一寡的乐器，所以阮有找一寡乐器去送因。啊，
练习了后，阮阁有一个总表演的时间啊，总彩排表演的时间，所以加这个嘛牧师，牧师伫遮翻译青妹长老讲的，那后壁着老师先表演，啊，阁来着学生姚婷嘛是伫遮哦吼，所以迄阵啊，大家拢足少年的啦。百家长老，嘿啊，遮是世会老师，啊，阿婷就带囡仔伫顶啊，甲因斗阵咧讲手中，所以阮的服侍是安尼，所以就结束伫阮2009年，2010年的时阵，因就派因的教师来到台湾哦，因为唔知恁有会记无？因有派他们的那个老师来台湾哦吼。有来台湾就是学习，就是到幼稚园去参访，去学习一些幼教的东西，然后也有学习一些乐器，因手中这些拢老师啦。好，过来，赵祖慧老师，你教因本品啦，吼。还有咱乐乐老师的赞美操。边仔嘛是，这拢是，阁有学拍鼓迄张旭老师，所以伫遐拢有一寡学习，学习了后，伊嘛是共款有做一个，前面老师在教因唱歌和迄阵啊。这是最后一次，他们在礼拜天表演完了，跟牧者团队安尼整个合影。所以，阮就想讲，安尼简单，我是安尼想，我就简单。所以2010年的时阵吼，伊就搁邀请阮去啦。伊讲阮要伫一个品啊，会晓教直笛的老师，搁一个就是赞美操的老师，所以阮就邀请乐乐老师去，搁燕平执事去。为什么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本来是无可能，啊变做可能的。小等我再甲恁讲吼。这是伊的交通车，囡仔拢安尼爬咧车，人因嘛安尼咧上课啊，去上课吼。啊，这是因的古乐器，因的敢若是笙的咱这款的乐器。后来吼，因他嘛是不会低头啦，所以我们也在无意中就拍到这个景象安尼。迄年就是阮3个去啦，啊，阮3个去吼。赶快哦，今2、3、4、5人，6件行李哦。那我回来也是6件行李哦。可是我们要回来的那一天，刚好，奇怪，到了机场哦，我就想讲我同尾班的啊，我同尾班的迄个飞机，国内飞机要去接国外的飞机，好，国外嘛是同尾班，敢若5点外，啊，遮敢若2点外的飞机。所以阮就安尼行李安尼一行，一挂人来送行哦，啊，我帮衬一称。伊甲讲，你的行李不能直挂。所谓不能直挂，就是讲你袂当直接现代飞机搬大飞机的时阵，直接甲你送去飞机顶啦。伊讲你们不能直挂，啊，我就戆去安尼。我讲是安怎不能直挂？伊就甲我讲，你们有操纵哦。哇啊！王牧师就踮遐咧走总啊，看到底是要安怎，互阮会当上飞机，阁会当接袂到尾班飞机转去。所以伫迄个时阵，阮就嘛是。焦头烂额嘛，老实讲诶，心张会紧张嘛会惊呢，毋是袂惊呢，嘿啊，是安怎爱当互阮遐同工会当安全转来，要能够安全回到台湾，这个我要怎么办？可是时间到了，时间到啊吼，阮那个要上飞机，上国内飞机的时间到啊，所以我们牧师都带我们祷告，我心里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是信实不误事的神，我敢若祈祷安尼尔，我就上飞机啊。我坐飞机顶了后，我的边仔拄好2个男生哦，我看因就在咧算佛珠了。我想讲安尼咧读佛经应该是外邦人，应该也还好，跟我没关系啦。我想讲安尼无代志，我就坐哩，然后就反正也只能祷告啊，祷告到下飞机到泰国的国际机场啊吼，伊喺国内部，伊是咧国内，因为还佫国际佫一段。伫国内的时阵，外口有人举牌啊 ，T7636台北。哦，啊！就阮3个，阮举手哦。哪有迄2个搁伫遐呢？伊讲 hurry up， 紧走。我讲哈，要走去倒？赶快去领行李啦！吼，啊，阮遐开始走啊呢。
底下甲领行李的中间，敢若有一段路，阮两个音乐老师吼，有一段路啊，我们就走到遐，伊讲黄色袋子的吼，会赶快出来，会很快出来。结果嘛是无呢。哎，即摆毋知要安怎呢？就伫遐咧等，等的中间，迄两个男生的中间有一个讲，你踮咧遮，你甲伊甲另外迄个同伴讲，你伫遮等，你在这边等。我去办一下事情，我就讲，我唔知道兄弟，那我要地位。我说你要去办什么？请问一下先生。他说我要去办check in呐。我说哦，那我都唔知道我可以托你吗？我拢唔捌伊哦，我真正唔捌伊哦。兄弟就找迄个人，伊讲好啊。我就讲老师 passport 都摕来，我就三个摕人交伊呢。伊转去，我真正唔捌伊哦。阮就伫遐搁戆戆，搁伫等，嘛袂使讲戆戆等啊，真紧张咧等啊，咧等行李啊。行李等行李出来的时阵，就共款6件嘛吼，就拖。因为阮第几楼，阮也无法度坐电梯啦，电梯都无轮到阮坐啦，阮就去坐迄个电扶梯啦，哪拖哪坐，哪拖哪坐，坐到4楼。4楼阮就去找迄个推车，推车来了，我们就把我们的行李全部上阵。然后迄个黄先生，迄个我甲请教一下，伊讲黄先生伊讲，我行李会使寄你袂？伊讲好啊，来啊，我讲到阵来啊。我甲伊的行李搬去，阮就用走的呢，全走到柜台，就一个人，伊已经甲阮check in好啊，阮就爱互请行李要过磅秤嘛吼，伫遐的时阵，伊个头一摆甲摇头呢，我讲惨啊，伊甲摇头，我讲是啊，无是要安怎呢？伊甲摇头呢，后来变也毋知哪甲比安尼，我讲要干嘛？进去啊！我讲哈。哦，就进去安尼，安尼，阮这3个就戆戆咱进去，中间入去开关，阮老师一个手艺，迄个是副手高，袂记收迄皮箱的，阮个开关个卡掉，我讲老师啊，卖滴啊啦，卖付啊啦，嘿啦，阮老师就甲迄个副手高全等咧遐，全无摕，阮就很快速通过那个海关就出去，然后那个带阮的人吼，搁伫遐。伊讲恁遮甲遐，国内甲国外还有2公里吼，恁来较紧走。哦，阮着这3个，敢若咧走马拉松诶。下死命走，哪走？阮迄个建平老师吼，因为吼，伊要想讲，伊着要去泰国，着要换鞋啊，你知无？伊换迄种有跟的高跟，有跟的拖鞋，伊讲伊要去西行，伊要去观光啦，去泰国机场观光。结果毋是哦，伊讲到尾也讲珍姐，我会使烫只骹袂？伊正全安尼。更加较寒呢，我时阵啊，手机都无手机，就干那相机就收起啊，所以我就无甲翕哦。伊就安尼一路跑啊，伊讲吼，迄骹走起来实在是真疼啦。嘿，咱叫是当伊足简单的，遐外国人吼，拢安尼，敢若咧看戏，你知无？看阮这个人，还有人摕钱拖，安尼咧走。所以安尼一路就走到迄个登机口。迄人已经踮咧最后通牒啦，嘿啊！阮走到遐，阮就3个入去，结果迄2个男生，阮坐好了，迄2个男生讲找无位啦，找无位，我呢，尾啊，因就甲带去升等，去坐商务舱。阮一路安尼飞机起行的时阵，你敢知影？我能开始起考，我开始哭了。我说神啊，你怎么那么奇妙啊？你把那个不可能的变成可能诶！阮本来袂当转来呢。我戆大哦，我头一摆带队，我真正头一摆带队。阮前面长老是老马，伊世界有透的人，伊要去倒要创啥人？伊钱炸800，我无啊，我无信用卡嘛，无现金啦，我干那安尼机票了呢。真的，我真的上飞机，飞机开了，我一大哭，我真的在那边大哭，我在祷告。等我到台湾的时阵，帕奎修给真乃牧师说：“我要不要帮你到泰国去住1个晚上？恁敢知？我若搁住1夜，我钱要对倒来。我若搁住1夜，我飞机票拢爱搁订买。上帝知影我软弱，上帝知影我无法度，伊就安尼最后一把我一脚一踢。我们是最后进check in的人，阮是同位5个人。”最后的5个人进去哦，嘿啊，神就这样子一路把你一踢回到台湾，我行李1件都不少，就6件，去6件，
我跟你讲，1、2、3、4、5、6，转来嘛是6件哦，一件都拢无差哦。所以上帝甲你迄个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你的上帝你就知，伊是信实不误事的神。所以伊就应允讲，我祈祷迄句话，伊正安尼带我转来。所以无阮正转袂来，你知无？伫国外足紧张旅行社的姐姐，你问问看，我们这样是不是很危险？无钱，阁无啥物货拢无，啊！你讲是搞是去做啥？我嘛毋知呢。啊，王真来阁伫泰国迄个东北乌东塔尼，阮是要那伫曼谷乡，阮哪有可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即摆转来，阮就大大感谢。所以赞美超老师伫遮，月姐伫遮，你就知迄阵啊走到嘛诚辛苦啦，嘿啦。所以上帝一路就引带我。所以2011安尼经验，我2011年换到缅甸，2011年到2011到2014，我是在缅甸。我先讲大纲，然后2016，阮要转去马来西亚场刊。缅甸吼，台湾伫遮，爱飞来阳光。4个半小时，所以阮迄刚透早4点半就集合啊，伫士林的迄个捷运下骹要集合。然后阮坐6点外飞机到遮阳光，然后阮还阁办国内班机，所以阮来等到下晡才有国内班机，阮阁伫机场等，阁走去国内机场，按国内机场阁去到丙午轮。丙午轮是因的度假中心啊，实在讲是因的度假度假中心。毋过迄阵啊开始，若行迄个路就变做滇缅公路啊。迄条滇缅公路实在是咱捌读过啦吼，所以安尼一路奔波，阮若去到遐拢暗时啊。透早4点半出门，去到丙午轮差不多拢暗时啊，去遐负食暗顿的，因拢摆暗顿到7点外，伫遐摆暗顿互阮食。啊，这是迄个头拄仔即个是丙午轮，丙午轮是一个孤儿院，伊是以前本来就起好的，因以前就起好，啊无输去甲买落来食。实在是很漂亮的一个西式建筑。你敢看，阮若行李要去吼，伊是顶头安尼转刷去哦，毋是厝尾顶的，阮是坐这种像行李是放在车子上面的哦，系啊，屋顶的哦。然后因的驾驶盘吼，因是左右开弓哦，正边嘛会使开，倒边嘛会使开，莫过因是靠右，你就知无？靠右的人，咱。因以前是靠左啦，要人改做靠右，所以因遐属于有够高，左右开弓。啊，若要坐转来，就小问一下，遐有人无安尼？啊，阮透早6点外，6点爱到遮，弄汉基小学，阮嘛是起这种临时带去遮服侍的，所以6点要，服侍完我们才回去吃早餐的，所以6点都要到这个小学来服侍。这个是牧师杜牧师，这个是祷告的阿嬷，这个阿嬷嘛过身啊，系啊。阮去遐是安怎来网咖呢？你知无？阮去遐头1、2年拢爱写遗书啦，遗书写好，因为去遐恁拢唔知影阮去佚佗，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没有打电话回来报平安，恁拢唔知影阮伫倒位啊。迄阵来缅甸是安尼哦，头1、2年是安尼哦，所以阮爱去，阮若中间有时间，伊就请甲阮载落来去做网咖。去网咖做网路线，啊，敲转来报阮讲阮平安安尼。啊，我实在我甲传道是迄个时阵熟识，伊迄阵也是神学生，阮迄阵啊就熟识，所以阮是坐这种卡车，啊，这是因的礼拜堂哦，这边仔拢用迄款藤编织的礼拜堂，嘿，阮去伫遐有带囡仔做福音布道。这个是阮要转来的时阵，啊，阮牧师伊是阮带队的牧师。这个黄文宇是黄灿珍牧师的查某囝，即摆咧做传道啊，吼。这个是咱教会陈义安，过来佫有几啊？即个广达嘛是伫遮，伊是孙木生牧师的囝，孙广达，迄阵啊拢有去，迄2年嘿。啊，剩的这新学生几乎拢做牧师啊。即2个，因为阮要落山，伊要落山的时阵，因为还佫2点钟久的车程，因为阮车坐袂落，所以伊即2个足体贴阮的，因着去坐火车，坐迄种行李车啦。
就有时会落雨，有时会咧晒，就风吹雨打安尼，2点钟久安尼，互因落去到下骹安尼，所以阮就感谢因安尼甲阮体贴完安尼啦。2011年迄天，阮去甲倒转来遮，阮前面一个，OK， 阮迄天落去甲转去甲阳光的时阵，因为阮要转来的时阵，透早，阮有一段时间，互阮去观光，你知无？互阮会当去观光，啊，阮就有影，就一车就甲阮车出去啊。车出去到下晡观光了后，我问无事，啊，咱当时要去机场，要去看，啊，车来拢无看到车来哈。伊讲嘿哦，伊是因迄阵啊缅甸的迄个神学院，迄个讲要派车来，实在是。因实在是无迄个，我看因是无迄个时间观念，还是安怎，还是拄仔才开始，伊嘛无迄个习惯，讲啊时间到爱来载。我讲无事，安尼兵分2路，你收 passport 去机场，我押队回饭店拿行李。这就是前1年上帝互我伫泰国的时阵，迄个经验真做我的帮衬，真做我伫缅甸的帮衬。迄年就是安尼。兵分2路，马上一个先去check in，一个我就带队转去摕行李，安尼才去机场。所以阮迄年阁会当平安转来，嘛是安尼啦。无阮一定讲落伫机场的，我甲你讲，嘿啊。所以你讲上帝有奇妙无？真奇妙，很奇妙呢。他都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他已经先预备你有那个情况啊。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伊已经知影讲，我明年会去拄到啥物情况，所以我头前1年就先互你去拄着，啊，你拄着了，你就知影要安怎去应变，啊，应变了，你就会当去做后一步的拍算。所以神是恩典的神，真是哦，嘿啊，伊拢无互阮有欠亏啦，只是讲伫阮的经历中间，你爱祈祷，你讲主啊，我搁来是要安怎做，我毋知呢，包括神知道要怎么做啦，所以他到时候就给你智慧，给你那个。就分辨的智慧，跟你那个，可以去做策略的智慧。所以阮伫迄年就是安尼，头1年就安尼转来哦。所以第2年，这是第2年。第2年我们也是去了，这嘛是迄个，这是因遐迄阵来路，嘛是去，嘛是有一寡好教，就是有一些敬拜啦、网络啦，这是桌球啦。实在迄年，阮是甲上山教会嘛是有去，所以有几个教会配搭。去遐做服侍，这上山教会会长老，即摆会长老，嘿，啊，因这种咧教学生囡仔，就是直播啊，还是创啥物迄个直接就做网络的迄个教学，迄阵因才开始哦，啊，无说迄阵啊嘛是有做护照啦、见证啊，还是一寡的迄个太子的祷告，安尼带遐个囡仔。外来的囡仔，因为迄天有外来的囡仔伫遐做报道会，啊，有一届就是讲，因迄囡仔，阮看牧师咧家祈祷的时阵，是遐囡仔是安怎会哭？伊讲遐个出，互人祈祷，即个囡仔拢普通时拢伫学校拢欺负因的，结果因甲邀请来，了后，迄天讲绝志啦，啊，所以因遐个人，因遐个囡仔哭呢，毋是阮哭呢，是因家己个囡仔哭呢。因为安尼牧师安尼祈祷安尼啊。所以这就是下骹迄就是弄堪基小学。阮去遐的时阵嘛是临时的呢，啊去临时了后，因就讲哎，爱来搬戏，爱搬啥物戏？啊，阮咧慢慢哩传导落来啊。你搬台北，你搬啥物人？你搬啥物人？啊，就拢好，啊头一工好，啊第2工去，啊就搬呢，就拢安尼呢。阮拢临时的啦，临时算正常。这一台车爱载遮济人啊，阮大概拢坐这种车，缅甸的这种车，才有这种车人坐了呢。伊今仔感谢，这拢是神学生甲迄款的同工。我是安怎要一张呢？你看因招待阮的午餐遮丰富，因家己的学生遮辣椒啦，安尼这是因学生的一餐啦。所以你讲你是去创啥？咱是去教了人呢。我们是去打扰人家啦。嘿，人伊感觉因遐的世界都，因遐的迄个生活应该是袂歹，不错。可是我们去真的是学习啦。我袂当讲咱会当去用做啥物事，讲带囡仔去拄着上帝安尼那尔啦，嘿啦。你看因遐囡仔的生活，你就知。去
年阮嘛有早，咱教会有奉献一台迄个投影机互伊。啊，即个是迄个要早要去短宣的那个另外迄个队员私下我们也有，他们宣经会我们自己私下就募集了，有人就私下奉献啦，安尼啦。这是因的灶骹，甲因的迄款的团队咧备办，伊备办互阮食，遮尔是足丰富的物件，所以阮遮尔爱献上感谢。2013年，迄年牧师有来，牧师有甲阮去。啊，迄年牧师甲阮去了后，因为伊讲因需要有一组的鼓啦，这种爵士鼓，看看我们能不能奉献。我说好，好是好呢，可是我只有拿了，这是因的，因遐的囡仔常穿他们各个族的衣服，这张伫遮。我早665块的美金去，啊，因要来接阮的时阵，因已经去买鼓啊，他们已经去买鼓了，他先去买哦，啊，我都还没有换他们缅币哦，迄天的缅币是一美金换956，那他的股是买了，他们缅币是63万5千，你知影我换起偌济？你看你上帝讲话，你讲啊偌厉害，你偌准的。我换是63万5740块，我给740块，我就知影迄个上帝在讲话啊。我知道神在讲话了，我就二话不说，我整笔就出去了。旁边是我的水单呐，所以迄年就赠送他们边啊，这是咱同会呢也爵士鼓。这是你缅文呐，缅甸的文字叫缅文。阮尾啊，佫有去怒江，这是因的市场。怒江是佫较偏僻，较我大陆迄边。迄年阮有去怒江，这是怒江的路，弄泥泞的路了。然后他们的市集大概1个礼拜才来1天，还是1个礼拜来1天卖肉。所以宣教所伫遐，咱有迄阵有宣教所伫遐，所以因讲一礼拜要买，就迄天去买。啊，我有去逛因的市场，就泥泞的嘿。这就2014年，同尾一年去缅甸。迄年去，伊这个囡仔有去教跳舞，啊有去教老师，有搁较侪，搁有迄个台神的老师去。拢共款啊，因拢家己种菜，家己饲猪，所以拢菜拢家己的。啊肉则去外口买安尼。我们是做逐项的服侍嘛，是这上山教会伊遮这老师伫遮教拼布，还是车啊这拢是按因来教，安利因去教跳舞，因为老师教拼啊。嘛是共款有这样的教学很多的教学。这嘛是拢是因遐教的囡仔。明刚即马伫纽西兰咧读神学院。哦，明刚。所以实在囡仔家己去经历上帝了后，因家己会想讲，咱要创啥物，你毋免甲讲。因为2015阮本来要去，后来因为翁山书记咧选举，所以迄年阮就无去。啊，尾后阮就无去缅甸。后来2016，阮甲牧师去马来西亚长勘。迄个圣光堂的迄个刘建邦牧师，因为来台新读册，所以就邀请阮去因的迄个原住民的所在。这是因为阮去有参加足侪教会，
这刘牧师讲，这是因的零嘴啦，吼，因遐的零嘴。所以安尼，阮差不多就结束了。搁来2年，就是我无出去啊，换咱少年的出去，换施泽因遐的人出去。这是今年拄着的代志。今年的3月11，我搁讲我强要喘袂气，实在我有心律不整。迄个心室迄天3月11号，医生要甲做心室的迄个电烧手术。啊，我是前一天就去住院啊。啊，迄天要入去迄阵啊，大概11点半，我10点40到迄个手术室、电烧室，我拢已经互人五花大绑啊。我遮尔拢五花大绑，准备伊拢甲你盖刀的，甲你创的，拢甲你安尼敲甲好势好势。只是迄个心脏足乖的，伊讲安怎甲我试，伊用药啊甲我试，我的心脏嘛无讲是跳较紧啊，尔尾尾又搁恢复。伊讲啊，互伊困，我伊讲嘛是搁困，嘛是共款。医生讲稍等咧，就是不要帮我马上打麻醉了。伊讲你稍等咧，伊迄个助理就伫遐等，我嘛伫遐等。我讲主啊，安尼，我的意念敢若闪过，我会全身而退吗？我敢若安尼闪过了尔。我就伫手术房，大概有2点钟久，因为一摆手术嘛，差不多2点钟久。2点钟久一到，医生说回病房。这样我就来回病房啊，我迄个敢若住院了尔，就无手术，我是这样五花大绑的啊，就甲去病房，才来开始绑遐物件安尼啊。所以神就让一次的经历，实在医生要讲，你要叫我电烧的时阵，我嘛是，你要不要考虑电烧？我就踮遐想半工，讲若无你去外口先啦。进前我看门诊的时阵，我就讲好吧，我就甲应好啦。所以就甲我摆3月11，3月11要电烧。结果上帝迄天安尼就互我安尼全身而退，所以我刚才在做病房，你知无？恍如做梦啊，真的是恍如做梦啊，在梦中。你的意念，神说，神的意念高过我的，伊就知影讲你什么款人，就我全身而退。所以我今年这样进手术房，我又真的是全身而退。我就经历到这样子的恩典，我会写喏，我会写，这个因为你们会出师母，她其实是年初就跟我讲说，11月份你要分享。我到差不多9月底啊。10月迄阵，我就想讲主，我甲讲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分享什么？我这样拢无迄个 idea。就9月23，我就发生一件代志，就是我的车是停伫停车塔，因为迄个我的车迄个帮吼新鲜啦，所以车主我的迄个主人迄个。算房东好啦，伊就甲我讲，你车爱开出去，互阮的师傅伫遐，甲迄个帮油漆。迄天吼，佫拄着因遐要，就是说怎么样保养车塔，因为我是停伫停车塔，保养车塔的师傅，因为保养车塔的师傅先煞做即件代志。毋过我一透早8点我去，我去要开我的车的时阵，我的排档啊拢安尼零好好，你知无？我开车久，我60年开车开到即嘛，我头一摆拄着安尼啊！排档杆，迄个排档杆内底都，零好好呢，拢袂当入档呢。我就开始紧张，我真有紧张。我你无紧张是骗人。伫遐想帮阿主啊，我搁问讲阿主啊，那我要怎么办？袂顶袂当，我就开始敲电话啊。我敲3间修车厂。一间民营的，一间伫松江路嘛是民营的，2间我讲无法度呢，一个要去救车，一个讲车伤多，我就只好找我的原厂投迄个日产的，伫北投，我就敲去，因甲我讲，即马也无人通甲你创咧。伫进前，帮我伫即个进前，我已经联络迄个拖车公司啊，其实我已经联络好，拖车公司讲你的车无出来，我无法度甲你拖啊。我明明车都袂法出去，我迄排档无法度入档啊！我尾仔问迄拖车公司，伊讲你迄个瓦斯钢索登去，
啊，规个做迄个可能有小可扩张，所以伊迄个规个拢零后啊，没有办法上档。我说那怎么办？啊，他去北投讲你小等下，我问迄个技术部的科长会当去你遐袂？伊甲我讲好啊，莫阁爱等哦，吼。啊，这个时间我会紧张，是因为人要来修理保养车塔，我就甲师傅讲歹势，你阁会当用阮我20分无？因为阮那师傅伫要到啊。伊甲我讲好啊，啊，我就这中间我就甲我的拖吊车，我就甲辞退了，我就甲洗了，因为我都毋知我要安怎出这个车台啊，我若无出去到外口，车无法度通甲我拖，因为停在停车场有这个困难。一定要发动以后出去外面，吊车才有办法把你吊走。就安尼，伫遐等的时间，迄个师傅终于来了，伊就甲我显开看，伊就用强迫，他让我强迫入档。眼镜框甲我拍开，伊就甲我用强迫入档。强迫入档就是讲，你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你会使开出去，你就袂使倒车。你无倒车，你若倒车，你就要搁停来。啊，伊就问看你的车场伫倒，我讲我伫北投。我说我在北投。他说好，那我说我大概都是左转右转直行，安尼来，我无对后，安尼伊讲好，安尼，我在你的边啊，你开出来，我就这样一路开出来，开到北投，他就在慢车道那边，伊骑摩托车，伊就伫上一个派一个天使在边啊，安尼，帮我随行，我把车开到停车场去修理，啊，同时迄天拜过，因为无法度要调零件。所以伊讲爱拜伊才会当来看车，啊上帝拢解决我的问题，你知无？上帝解决了我停车的问题，我又可以修车。所以因为安尼的时阵，我就安静心来，我就说安尼，神就让我倒想，一直想到2005年，安尼我讲安尼我知我要分享啥嘿。所以伫安尼中间，我才甲即个程序安尼小可甲排序，啊就个排序了，我搁去找相片。实在是，嘛是大工程是大工程，不过我真的有去找，也有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上帝意念宽过人的意念，感谢上帝恩典吼，因为伊的呼召，因为他的呼召进入了神的命定，活出神的旨意。宣教的路是祷告出来的事工，宣教之路是上帝亲自动工的。是，宣教是上帝在寻找可以使用的人。咱拢是上帝用重价买回来的儿女，我们是否愿意摆上，让上帝来使用呢？所以，因为我是软弱无助的，但上帝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和力量，也是信实不误事的神，也是供应我的神。所以我把一切荣耀爱戴归给我天上的阿爸父神，谢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小孩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在这个时候派领你孩子来这边跟我们的长辈们分享。主啊，真的短短的40分钟，主有说不尽的恩典跟你的信实在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巴不得，真的是一生的道路都是在你的手中。恳求圣灵亲自带领，祝福我们这些中年长辈们，在他们人生下半场的时候，紧紧的抓住神，蒙神的恩典跟呼召，就是在自己的身体上面能够照顾好，能够爱他们家里的人。神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生命是无价的，生命是永生的。你也来纪念我们在今天早上过世的陈师母。主，我们谢谢你，她一生的服事，求你自己来纪念跟摆上。主，我们感谢荣耀爱戴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回应诗歌。非常感谢真真长老跟我们这么丰富的分享哈，我们再一次开会。咱的神真正是。咱的神真正是听祈祷的神，随时拢伫咱的身躯边。当咱有困难的时阵，伊就会出手来拯救。
所以咱爱时常爱祈祷，时常来感恩。咱即马唱回应的诗歌。请起立。感恩的心来奉献。
工所用，因这真天上离开力，才看青翠人人受恩。奉主圣名，同心祈祷。阿门。请坐。我只即马甲时间交互会长。今仔日伫遮，咱要感谢真真长老哈，真真长老甲咱分享的，我就想着牧师常常讲，咱即马是上帝陪伴咱，一直向前行，向前行。真真长老就是为上帝感动伊、竞选伊，开始做宣告以后，伊就安尼一直对主来行，对主来行。牧师讲，咱即马是平行安尼对主行，有一天上帝就带咱去倒。即马是白白行，有一天上帝就带咱去倒，为甲上帝同就天国去吼。毋茫咱每一个人拢即马用安尼心情伫行咱人生的路吼。谢谢。第一项要报告，今年1年1度的数算恩典，咱的11月26有感恩见证会，11月26暗时7点到9点，内容有诗歌、学乐、生命见证和分享，欢迎新的朋友，邀请新的朋友来参加哈。咱即马后壁淑燕姐遐有一份报名表哈，是毋是会当甲传过，互大家邀请朋友来参加哈。我们要不要请丽娟长老，我们的主办的关怀部的长老丽娟长老来甲咱报告者？迄天会邀请，请你报告一下。大家平安吼，欢迎大家参加11月26号的感恩见证分享。内底有请4位的兄弟姊妹来分享哦。那希望他们都有一些细命的见证啦吼。启动节应该大家较熟的蔡信惠老师吼，有嘛即马嘛伫咧插花吼，插花老有进前嘛小到伫咱教会插花吼。那有几位还有我们的干事吼，那位突然间杨志哈，还有另外有2位啊，希望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见证分享啊。会后我们会有餐盒哈，所以我们需要来统计这个人数哈，所以希望大家然后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见证分享啊，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听他们的一寡细密见证分享哈。多谢。谢谢。第2项要报告就是圣诞节要到啊，教会这个一连串的11月26的感恩见证会以外呢，咱因为小年团契和社区社区据点，咱有真侪共同的活动吼。咱12月初3社区音乐会主要是幼稚园的所有的迄边的社区的囡仔的活动，但是呢，咱即马老人食细囝好的活动，咱嘛共同参加。所以我们12月3号有一个打击乐，我们松年乐活打击乐团要参与12月3号的表演哈。请有参加打击乐团的同学，大家爱注意时间。12月12，上年组上年团契有圣诞的餐会，圣诞乐活零距离。乐活零距离，就是咱望真正牧师今年的主题，就是讲零距离。零是倒一个零？是厝边的零哦，毋是这个零哦，是厝边零距离，就是咱和厝边拢总无距离啦，哈！邀请咱的厝边隔壁朋友拢来参加。
12月初12，咱有打击班跟合唱班当中要参与伫遮活动内面。12月16，乐活合唱班搁爱参加这个台北中会上年部圣诞庆祝的感恩礼拜和联谊会，所以呢，望大家嘛会当报名做伙来去参加。第3项要报告就是咱上年的一个谢景苑姊妹，就是廖生牧师的牧师娘哈，伊12月初2迄天无拄好，所以咱有年会啊，行路爱细字哈，伊就是伫厝内水涂骹的水骨安尼坐落去转，所以这个脊椎加骨折啊哈，脊椎骨折啊，即马医生甲伊讲爱休困。爱伫眠床倒2礼拜，看去检查，看情形安怎，再来做治疗哈。好，第4项要报告就是上年春季旅游因为疫情所以暂停。9月咱有社区社会局办的一个活动1天的哈，但是咱家己上年办的。咱定伫后礼拜拜5，11月18号，咱要去关西挽托马岛，搁要去看迄个仙草花开吼，11月中间，然后下晡中昼要去新埔农会来食客家菜，然后下晡去行香山湿地，然后要去新竹。玻璃工艺博物馆参观，我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哈。即马已经有69个、70个报名，咱望会当，因为本来是一台车的啦，但是后来一直讲过来一台车啦，所以即马是2台车哈。但是2台车会当到80个人啊，才袂讲食，所以呢，才袂食亏啦吼。所以咱吼。也让再开放10个名额啦，哈，可以再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这2天为止哈。好，今日我要另外要欢迎咱的真久无来遮，真久来参加的李俊信长老，李长老来参加咱的，哈。欢迎哈，嘿，好，还有我们有新朋友。这一位我不太熟哎，月分前面的郑彩霞姊妹哈，欢迎嘿，欢迎嘿，伊都是第一届来哈，嘿，第2次，松年第1次来，嘿，欢迎，还有新朋友吗？淑英旁边的是谁呀？佑心的家长哦，欢迎你啊，欢迎你啊！他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称他为小松朋友好了哈。好，来，好，报告到家。上营，然后上营后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主传路，我同命归主性命，总愿心志免惊吓。今日传播百倍修行，是归为主最坚定，最主坚定，最主坚定，无论多。最更迭，教会分庭对阮最
所修灵阮那个天，阮的心先叫做赞那古那赞，阮无限，阮点无限，阮点无限，孤灯充满通世间。阿门。亲爱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踮咧人生同精彩、同要紧的这个时段，会当参与伫个教会的相遇团契，才会活动聚会。恳求主继续引带保守阮，互阮通过每一摆聚会领受，看到主伫咧同工，也通过你家己忠心劳碌，因会分享见证，阮嘛知。阮犹原共款，会当坚定来倚靠主你，通过甲主亲近，主你甲阮亲近，甲阮三甲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甲恁众人三甲斗阵，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拄仔有咧讲到圣诞零距离，即个咱今仔日吼伫招待桌遐，咱会当甲即个 DM 摕转去。即个 DM 摕转去吼，你转去吼，家己甲加剪的，伊就变一个圣诞树。迄个 DM 吼，你甲加了后，甲内面的遐物件甲挂落去，敢若像家己做一个圣诞树共款。伫后壁遐吼，等下咱若要聚会离开了的时阵吼，会当摕好，多谢。好，今仔聚会就到这，咱休困一下，小等有董老师要教咱做运动，吼。